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感谢上帝能够让在这个礼拜，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健康的身体，能够来到教会里面，再次来寻求耶和华你的面。哦，主啊，你的面是我们要寻求的。当我们寻求你的面的时候，主你就将一切盼望，以及圣灵，以及喜乐、平安，充充实实的要充满在我们心里面。恳求圣灵来充满我，浇灌我。圣灵啊，请你来充满我，浇灌我，使我灵得满溢，充满我，接近我，更新我，充满我，滋润我，让你爱来围绕我。我们再次将我们的心来交给神。唯有你，我的灵渴慕你，我全能献给你，以全心赞美你，举双手敬拜你，深深说。圣殿里面，恳求你来悦纳我们，再次来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愿意将我们的心、将我们的人交托在主你手里。主啊，恳求你盼望喜乐的灵再次来赏赐给我们。主啊，不管在过去一个礼拜当中，主我们遇见的苦难，主啊，我们都知道主你必与我们同在。主啊，谢谢你，主谢谢你，充充实实的圣灵来浇灌我们，帮助我们。主啊，谢谢你，主你的名是何等配得我们所赞美的。主啊，谢谢你，主谢谢，主谢谢，主谢谢。我的心唯有你，我的灵渴慕你，我全能献给你，以全心赞美你，举双手。深深说我爱你，我的神，我
生我一世要属于你，我一世属于你。是啊，神啊，我一生一世都是属乎你的。来呀，我们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歌唱。我们要来感谢你，用诗歌向他欢呼。阿们吗？一起拍手。来宣扬主的爱，有天下向耶和华欢呼歌唱，有人比雨花美在他的身上，耶和华超乎万神之上，地里有春落，可为也在他面前。下来都准备唱。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磐石欢呼，以耶和华为大，当手极大的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全地要向他歌颂，在列邦中述说。我们用称谢来进入他的门，让称谢进入他。赞美进入他的约，但感谢耶和华承受他的生命，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直到永远，他的心事永不更改，直到万代。但感谢进入他的约，但感谢进入他的约，但赞美进入他的约。但感谢耶和华承受他的生命，因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直到永远，他的心事永不更改，直到万代。来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磐石欢呼，因耶和华为大。说极大的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全地要向他歌颂，让列邦中述说他奇妙。我们再次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磐石欢呼，因耶和华为大，他手极大的赞美。耶和华歌唱，全地要向他歌颂，在列邦中述说他奇妙的作为，在列邦中述说耶和华奇妙的作为。阿们吗？我要举目向上，我的帮助从哪里来？我的帮助是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的。阿们吗？那我们一起来宣告说，耶和华是我的主。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荆棘，必全然得胜。
我的盾牌。耶和华是我是为你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你就虽然有无尽，造成我们的万物，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恳求上帝来做我们的主。我们要确信，我们唯一所信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不管我们去到什么地方，主耶稣基督都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亲爱的上帝，亲爱的耶稣，亲爱的圣灵，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主谢谢你，主你是我唯一的主，主你也是我唯一的盼望，主你也是我唯一的喜乐。主啊，当我交来到主你面前，主我就得着那平安喜乐，不怕任何的困境。主我都知道，主你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主啊，我们悦纳你，主啊，我们喜悦你，主我们喜悦你。主啊，恳求你在这人同在，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信仰是不致动摇的。耶和华有你的帮助，我还惧怕谁呢？主啊，谢谢你，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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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我们再从头来再向神说一次：耶和华，你是我的主。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作我荆棘，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是为你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你手虽然有无尽，造成我们的万物，你是我的磐石，我的耶和华，求你做四围的盾牌。耶和华是我是为你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你手虽然有无尽，造成我们的万物，你是我的磐石，我的你手虽然有无尽，你手虽然有无尽，造成我们的万物，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再次说，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主啊，是啊，你是我的磐石，也是我的帮助。阿门吗？阿门。上帝说，在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所行的恶，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恳求上帝依这里再一次降临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但是我们要转离，我们要回转，再一次来回转到主的面前，来寻求耶和华的面。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并以单单跟随你。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就是下无神的心。我们
复兴这里，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遵你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主，我们国家属于你。主，我们国家是属于你，求你来掌管全地，愿你来怜悯医治这里，荣耀在赤脚里，我们不求你阿爸父，神灵的宝座在这里，你的真言在这全地，奉主的名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圣名，复兴这里，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我们一起来祷告，不管你是用方言还是用呼吸，当我们单单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所有重担主都愿意垂听。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也恳求上帝的怜悯再次降临在我们台湾这个地方，主啊，恳求你医治的灵再次也降临在我们台湾这个地方。主，我们需要你，主，我们需要你。主啊，恳求你怜悯你的子民们。主啊，恳求你医治灵再次降临在我们中间。主啊，我们有哀伤的，主你收取我们的哀伤。主啊，让我们知道，主你是喜乐的主。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继续用祷告，主，我们继续祷告，主，我们带着祷告来到主你面前。主，在圣殿里面，主你必垂听我们祷告。我们再一次来呼求阿爸父。我们呼求你阿爸父，神灵的宝座在这里，你的真言看着全地，奉主的名呼求，万民都要来
这时我们依然站立，用新的诫命来告白我们的信仰。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我们一起低头同心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那丰盛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也深知道，唯有你才是我们唯一的救赎。主啊，如今正当肺炎病毒的肆虐，全世界各地正处于束手无策的时候，主啊，求你施行你的拯救，怜悯我们，怜悯我们的软弱。我们唯有单单的依靠你，别无他法。主啊，我们得罪了你，我们知道我们背离了你，但是求你不要掩面不看，求你再次的怜悯你的百姓，让你的百姓再一次的经历你的大能。我们同心在你的面前认罪，在你的面前悔改，让你的百姓靠着你来再一次刚强，经历从你而来的平安。也恳求你高摩林国义传道，借由他的口，让我们得以饱足，领受你那丰丰富富的恩典。我们将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这时候我来报告。本会消息：本主日第二场礼拜举行小组长补救认识，是詹玉德小组长。本主日为总会所定原住民宣教委员会事工奉献主日，该会派林国义传道前来请安及讲道，敬请兄姐踊跃为原宣事工经费奉献及代祷。小会公告：第一，本会定于2月23上午9点举行2020年定期合会。当天无法出席者，请向办公室请假。2020年定期合会在籍会员、不在籍会员名单，我们公布在公布栏，敬请查阅。若有遗漏或错误，请告知办公室。第三，本会定于2月23下午5点举行侍奉者勉励餐会，地点是在金旗盛宴，就是原来的大巴餐厅。敬请有报名的侍奉者准时参加，名单会公布在布告栏。松年长辈需要接送的，请于本主日前向办公室登记，以利安排。4. 为鼓励教会同工能在聚会上一起同乐，我们特别邀请个人或团体来报名参加同工勉励餐会的演出。参加者可领取精美礼物1份，欢迎各牧区、圣歌队、小组和机构单位向办公室报名参加。本会自本主日起接受108年度上学期之奖学金申请，收件截止至3月1号。凡依规定申请且符合标准的，本会定于3月8日礼拜中颁发奖学金鼓励。3月5号晚上8点召开奖学金组审查会，敬请各位组员出席。本会与国健署合作举办舞动不老预防与延缓失能活动，时间是3月4号到5月20号，每周3的下午3点到5点。内容有舞蹈的运动、安全用药的知识、营养的饮食、防止跌倒的方法、健康生活的认知等等。地点是在我们的副堂，对象是本会的65岁以上，长者优先，30位就额满了，费用是免费。
欢迎向办公室报名参加。3月6号礼拜五晚上6点半到9点半，到3月7号的礼拜六的早上8点半到晚上9点半，我们会在敬拜中心举办全人更新营，对象是本会受洗的会员。门徒学校的学员，这是必修课程，费用是500元，请于2月26日以前向办公室来报名。再来肢体的消息，喜讯，恭喜本会徐子辉弟兄与李荣兰姐妹2月22日礼拜六上午9点半在本会举行婚礼，欢迎兄姐观礼，恭喜这对新人，愿主赐福他们。互助社的消息：一、为领取纪念品之社员，请携带你的存折跟印章，于2月27日前向互助社领取。逾期未领者以弃权论，恕不补发。2、不动产抵押担保贷款利息年息1.8%，欢迎社员有意愿贷款的，请向互助社洽询来办理。教界的消息，我们请陈牧师。我们有报名高雄中会青年读经运动的弟兄姊妹请你能够到办公室去领取箴言的抄写的纸张第二个就是我们高雄中会妇女事工部3月7号礼拜六上午8点半，在我们教会举办妇女世界公祷日的聚会，那费用100元含中餐。若是我们妇女圣歌队员就全额补助欢迎弟兄姊妹能够向皮淑珍队长报名参加。刚才在报告了，我们下个礼拜是我们今年的定期合会，那我们每个会员应该都有这个义务来参加这样的会，了解教会，也更能够为教会祷告。那下个礼拜是上午9点所以请大家记得要提早，因为我们只有1场礼拜时间也不会太长，可能会稍长。那我们中午有预备清食这个请我们提醒大家，因为我们的合会需要法定人数才能够成立。谢谢。好，接下来还有一件的这个补充报告，就是刚刚蒋长老递给我的，那就是我们1919志工请在这个礼拜结束之后，我们在地下室要召开这个志工会议，请所有1919的这个志工能够在地下室来召开。好，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感谢赞美主我想最近这个媒体的报道好像本来大家是平安的，但是呢，这个7、8台的这个电视台、新闻台一打开，就是这个病毒的这个消息。那也有人呢想在这段期间呢疏解大家的一些的紧张跟压力，于是呢他写了一句话，他说以前呢要抢银行要戴口罩，但是呢现在变成要带钱去抢口罩。那我想或许无论情况如何，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昨天陈牧师在安息礼拜的一个勉励的当中，很清楚的有一句话说，我们要有信心，阿们。我们要有信心，在那个诗篇18篇第6节也这样写着说：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朵。然后到19节他又说，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神就把我因他喜悦我，阿们。我们的神是喜悦我们的神，所以我们每次到他殿中敬拜的时候，我们要在敬拜的当中，我们要宣告我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不用握手，我们就跟旁边的人讲说，神喜悦你，阿们。好，感谢赞美神今天是我们原住民的这个宣教主日那么这个我们右昌教会呢，这个是也很应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从刚刚的敬拜团到我们的这个乐团全部都是穿原住民的衣服传道所以今天他们的这个衣服的这个展现呢，也就是呢我们能够多多为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这个原住民的教会来
支持他们这个事工。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原住民呢，他们有时候在工作的当中，他们必须从山上到都市来，于是呢，在山上的这个人呢，他们在经济上呢没有那么样的一个富足，可是呢，我们能够平地教会呢，能够在主的帮扶里面，我们能够互相的协助。不要忘记，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间数最多的也是我们这个原住民的这个教会哈。所以我们有没有到山上去？我们到了山上去，哇，这边有教会，那边有教会，虽然都不大，可是呢，整个的这个部落呢，都是神所喜悦的百姓。阿们。好，我们要来欢迎今天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传道哈，我们的传道在我们的当中就是我们的林国义传道，我们欢迎他。应该他是中部中会5届教会的5届教会的这个传道哈。好，接下来我要来介绍今天从台北新店行道会哈，他们下来，可是他现在他说他已经住在我们楠梓区的德信街哈。蔡敏成弟兄在这个当中，我们拍手欢迎他。我们拍手欢迎他。他今天呢第一次到我们教会来，他已经从台北搬到高雄哈，住在我们右昌的地方。他是在台北新店行道会的这个弟兄哈，参与我们的聚会。好，刚刚在这个导播的荧幕的当中哈，我有看到我们约翰的妹妹哈，我们雅金还有传道哈，他的先生传道刘传道，还有他的孩子哈，从美国回来，我们欢迎他参与今天我们的这个聚会。好，刚刚你有站立的好不好？我们再次从你的位置当中，请你站立吗？站立哈，站立来，刚刚有站立起来了，我们唱欢迎他们。哦，还有吗？来，真高兴能见到你，我们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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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欢迎你，来一次欢迎，我亲爱欢迎，一次永远又唱教会欢迎你，我们掌声鼓励，掌声鼓励他们，教会不好吗？好，请坐，感谢赞美神，让我们改变一下这个心情哈，让我们能够喜乐的在神的面前的这个敬拜。虽然呢，我们这段期间呢不牵手也不握手，但是呢，这不影响笑脸，对不对？我们的脸蛋的这个笑脸呢是自然展现出来的哈。所以请安问候的时候，前后左右或是说。你有看到你许久未见到了，你可以跑到亲人面前跟他挥挥手，然后跟他微笑哈。好，我们起立来唱《爱使我们相聚在一起》。爱使我们相聚一起，爱使我们相聚一起。上帝的爱使我们合而为一，爱使我们相聚。我们一起来请安问候，挥挥手，或者是拱手，或者是点头微笑，让我们能够常常的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在主的里面，我们彼此的相爱，因为主的爱在我们当中，耶，哈利路亚！爱使我们相聚一起，爱使我们相聚一起，上帝的爱使我们合而为一，爱使我们再一次大声一点好吗？来，爱使我们相聚一起，爱使我们相聚一起，我们手拉手让世界知道，爱使我们相聚一起。好，等一下哈，这个我们有一句话哈，说要常常点头微笑，才能够回头数钞票哈。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刻呢，左右两边哈，向左向右转一下哈，记得点头微笑，回头数钞票哈。好，那你可以的话，跟旁边的人说，请坐下。请坐下呢。我们就是要来聆听神的话语。我们来攻读神的话语，记载在《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的20章35节，使徒行传20章35节，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举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赞美，我们请教会圣歌队。接下来是要举行小组长补就任的仪式。感谢主，让普世都能够用欢喜的歌声来称颂赞美我们的神。在林传道要传讲神的话语之前，我们这个礼拜有一个特别的就任就是我们战役的小组长要补就任请那个战役的小组长能够在前面来我们要有一个誓约来宣布就任。
谢上帝，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小组长，他们就是在教会在最基层的地方成为牧养的领袖，能够牧养很多的我们的弟兄姊妹，装备他们，而且能够不仅是牧养，就是要去布道当我们很多人能够进来，我们要栽培他，所以好像一个妈妈在养孩子一样，是非常的辛苦。但是感谢上帝，我相信我们愿意为主来付出的，愿意不怕劳苦的，我相信神必定要纪念，要赐福。现在站立的小组长在主跟众人的面前牧师要来带领你做誓约请你能够大声的回答。站立的，你要领受小组长的职分，你确信这是上帝的呼召吗？你要领受这个圣职，你当依靠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唯独尊他为主，尽心于你的职分，你是否愿意如此行呢？我要来宣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右昌堂会小会的权柄，设立你为本会的小组长。你要谨慎你自己的行为举止，常常关心这些事，尽力为主做工，来荣耀上帝的圣名。阿门。这个时候牧师要把小组长的一个任命书来颁发给站立的小组长。这个任命书是说，自任命站立的为本会牧养部的小组长，特颁此书，弃颁共襄圣功，荣主圣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右昌教会牧师陈建岳，主后2019年10月29日，但是今天是2020年2月16日好，我们鼓掌来欢迎我们的站立的小组长。感谢主，我们一的小组长常常带领他的小组员，有很多的训练有时候体能因为我们是灵魂体不只是在灵、在魂、在体，有时候读书有一些书也是很有益处盼望我们灵魂体都能够兴盛感谢主，今天是原住民宣教的主日我们今天有林国义传道，他是我们台中中部中会5届教会出身他不是在那里牧会，他就在我们一牧眼长老他的故乡万丰的隔壁现在是路可以通的，隧道可以通，然后不通就要翻山越岭看起来很近，但是很远。那他预审毕业之后就受派在六龙教会，六龙就是我们南部中会的六龟的在六龟的教会。现在我们原住民的教会很多慢慢会往平地来建立，这是一个趋势，所以我们也更要为这个祷告那我们正如右长老刚才讲的，其实原住民教会是宣教的先锋部队。我们平地教会有时候叫你到阿卡祖那阿卡宣教大家受不了，要爬山爬不上去了，但是他们可以。我们应该要成为宣教的后勤部队不是在前线的征战的跟这个后方的其实都是同等奖赏其实我们也是很重要。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要同心合一，兴旺福音。我们感谢主，今天早上他要跟我们分享信息好不好？我们用热烈鼓掌来欢迎林国义传道。
讲的不比我们差，但是这一堂是华语的，他可以更自在一点啊。陈牧师，还有我们的牧长小慧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刚在讲台语的时候，老牧师说讲得太短了，所以今天华语要讲多一点。那首先感谢主，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在这边敬拜我们的上帝特别是在过去的年岁当中，我们知道平地教会的弟兄姐妹对我们原住民的宣教事工非常的关心以至于到现在在山上或者是在都市，在每一个地方都渐渐的在建立了都市的原住民教会透过我们弟兄姐妹的支持、奉献、祷告，使我们可以能够一步一步的在宣教事工上有所发展。这个时候，先代表总会原住民宣教委员会在这边跟大家请安，愿上帝祝福众弟兄姐妹陈牧师带领悠长教会愿意接纳总会原先的事工，使我们可以在今天一起彼此的来分享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喜悦。那么过去到现在，我知道我们的教会都是在宣教事工上是不遗余力的，特别是在奉献或者是在祷告各方面我看见了上帝的光在我们的右昌教会不断的在发展。我们也看见右昌教会的发展，是因为你们愿意将你们的无私的爱心奉献在愿意来到这个地方请安，或者是来到这边分享上帝的荣耀的时候，你们都不会拒绝，你们都是愿意双手接纳。因此在这边献上我们的感谢，愿神赐福。那今天再次的用上帝的话语跟大家彼此来分享，透过今天我们在这边一起要从神的话语的当中学习如何成为一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人。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就是刚刚我们的这个执事为我们所读的《使徒行传》20章35节，保罗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那么这段保罗的话语是写给以弗所的长老，也就是说，希望在以弗所的长老们，你们要尽心竭力的为着教会宣教的事工同心合一，传扬主的福音。他任何的时刻，保罗也是在宣教的时候，同时也是在做支部的工作。同样的，他也用这样子勉励在以弗所的无论是长职或者是弟兄姐妹，希望你们能够成为榜样，成为众人的祝福，也就是尽心尽力的为上帝来做宣扬基督福音的工作。但是在过去，因为以色列人百姓的悖逆，使得南北两国被掳去了各个地方，因此只有留下了一些老弱妇孺在以色列这个国家。但是当他们回到以色列的时候，他们顾念到这些老弱妇孺，他们也要重新要再一次的记得上帝的话语，就是要去关怀这些老弱妇孺，也就是要关怀这些已经经过国家的灭亡、国家的分裂，再次回到一个新的祖国的时候，不要忘记了过去所被遗忘的这些老弱妇孺，他们也重新要得到上帝的祝福，也就是透过以色列的这些的百姓。因此在新约时代，耶稣常常也是这样子关心关怀在软弱扶持病痛的这些人。耶稣就用这句的话勉励，要常常去思考看见这些软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该怎么样子去
成为一个使比受更为有福的人，首先就是从主领受的再传出去。那么使比受更为有福的意思是什么？当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说有福了。主耶稣曾经说：“听见你们所听见的，那个耳朵是有福了；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个眼睛是有福了。因为门徒是看见主、听见主的话人，但是我们看见保罗并没有看见耶稣，保罗并没有亲身跟耶稣一起生活过。保罗只是在大马士的路上被那道光闪过的时候，他就遇见了主耶稣基督在他的生命的当中。因此，我们也是领受主的恩典。这白白的恩典是耶稣用十字架的宝血重价赎回每一个上帝所拣选的儿女，是所有的全人类，是所有上帝所受造的这些的人类。但是我们看见许多的人却不这么想，许多的人认为我自己就是我救主，我不需要耶稣基督。但是当我们领受主耶稣基督白白的恩惠恩典的时候，我们同样的要把这个恩典领受分享更多的需要的人。第二个，顾念他人的需要是要怎么样以实际的行动来帮助人。照着这个经文的意思，第一个就是要扶助软弱的人，要关心有需要的人。像保罗不仅供给自己需要传道，他同时也是在做支部的工作，他同时也是在扶助需要的人。当然，在过去的宣教工作上，许多的人扶持保罗来到亚细亚，甚至于到欧亚非的工作，宣教工作，他就是如此的尽心尽力、卖力的为主来做工，在神的家中尽心尽力，成为上帝使用的一个器皿。所以我们看见，当保罗自己领受，他也自己是用实际的行动帮助。他不是说我自己就在缺乏了，我还要去想到人家的需要吗？我还要去顾虑到别人的需要。保罗反而是常常的邀集他们的同工，希望在来自以色列、耶路撒冷也好等一些地方聚集他们的物资资源，能够支持在当时候刚刚进入基督里面的这些的弟兄姐妹。所以盼望在这样子的过程的当中，我们不单是需要顾念他人的需要，我们也要以实际行动来帮助他人。如何的去帮助他人？我们可以透过祷告，我们可以透过实际的关心，我们可以看见软弱的人需要上帝的话语的祝福，需要上帝充满能力的话语的祝福，就能够使一个瘸腿、失明、瞎眼、软弱的人得到一个新的盼望、新的生命。不是说瞎眼的人就得以看见，可能是他的心灵得以满足，领受主耶稣基督的恩惠，领受上帝圣灵的同在，他就能够感受得到，在他生命的一线的盼望，在他的生命可以得到更多的祝福。今年我们有难处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一面为他祷告，或者是一面扶持他们？但是有时候圣灵会感动你，可能是要让你奉献一点的金钱来顾念他人的需要，可能是要让你实际的帮助他人在他一切生活所需上的。因此一切所做的都在暗中，为得主的赏识，为讨主的喜悦，求我们的上帝恩待怜悯我们，做一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人。第三个是行善与捐书的事。在这个世界文化的主流的当中，人是要自私的。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一代的孩子就很像是老爷、国王一样，反而是从小娇生惯养，反而是从小被父母亲抱在怀抱的当中，很像不愿他一刻的受伤，不愿他一刻的受到伤害。但是在这样子如此的关心的当中，我们应当要去承担，在这个世代的里面，要常常的用我们所领受的来去分享，用实际的行动来行善。特别是在过去
使徒行传的这些的门徒领受主的恩典，他们也看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人所背负的重担之后，这些的人变卖了一切家产，反而是天天在圣殿祈祷，为着主的来临，将一切变卖分享给众人。他们不再分你我，不再分我的你的，而是大家一起共享，大家一起领受从主来的恩惠恩典。这个就是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应该是看见主怎么样在你的生命的当中赐福你。我们也回应在人的身上，我们更不能去比较上帝祝福你更多，成为老板、大企业家，成为公司主管，你就想说他应该要付出更多，因为上帝祝福他更多。但是我们这些老弱残妇，我们可能不用更多的奉献金钱，代祷也好，我们可以不用去关心他人，因为我们是受到关心关怀的人。但是耶稣却是告诉了我们，施比受更为有福，就是从你领受耶稣基督的开始，主就会祝福满满在你个人的身上，你家庭的当中。因此希伯来书13章16节说，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既是神所喜悦的。行善捐书就是一个奉献的态度，就是一个讨神喜悦的，因为献祭就是奉献成为上帝所喜悦的，是成为上帝所使用的献祭，白白的献祭。因为透过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断头台上，已经为我们所有的全人类所摆上了，这一切都已经战胜撒旦魔鬼的权势之后，我们就可以得享上帝的祝福。旧约的献祭是使用这些的牛羊等牲畜摆在祭坛上，但是新约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了一次的祭，使我们全人类都可以得到上帝永远的祝福。但是永远的祝福不是只有单单的留在自己的心当中，乃是要借着我们所领受的分享给更多的人。这是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给我们的一个教导。那么遵行施比受有福的教导有几个原因。第一个，他会怎么样？会受到上帝的顾念。施比受更为有福，第一方面是你顾念别人，上帝就会顾念你。真的是会这样吗？我们常常顾念人，上帝真的会顾念我吗？很像并没有如此，感觉得到上帝怎么永远没有祝福我。我经常顾念穷人，我经常借给耶和华，我经常奉献给神，但是为什么总是没有感受得到上帝的祝福在我当中？其实神早就祝福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而只是在这个世代的文化当中，在自私的文化里长大的我们，很像整个家人、家族、教会都要成为你的祝福，很像都欠着你，很像都没有办法从上帝这边得到满满的祝福，乃是因为我们内心深处的自私，乃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不满足，没有办法去分享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喜悦给更多的人。因此我们要传扬上帝的福音，总是会碰到了一些的难处，是因为我们没有敞开心胸的来领受上帝的祝福，分享给更多的人。但是神说，你顾念别人，上帝就会顾念你。我知道我们的教会是常常顾念在社会当中，在国家里面，在许许多多需要的这些的地方，我知道我们的教会是愿意尽心尽力的奉献自己，然后将上帝的荣耀分享给大家，以至于我们也看见上帝祝福在我们右昌教会众弟兄姐妹们，看见你们在敬拜当中的喜悦，看见你们在荣耀上帝的当中，可想而知，神已经在你们的当中祝福比更多的需要当中。第二个，得着心灵上的关心跟祝福。
因为有一个不是在心灵上的关心跟扶持。圣经怎么说？要纪念受捆绑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一个肢体若受苦的时候，所有的肢体都会感到痛苦。所以，当你看见有的肢体落在悲伤试炼的当中，你切切的为他祷告，就像圣徒他们之间同心合意的祷告，同心在神的国度的当中领受上帝满满的恩惠。今天在神的儿女当中，需要更多的怜悯、同情跟代祷，在难处的当中的肢体，他们需要更多我们的关心。有时候我们面对一些的难处，自己的侍奉已经工作非常的繁忙，又要面对一些个人的一些的困境，接到电话，在某某某的当中，某某某的肢体的当中的难处里，然后就先放下自己手边的工作，专一的顾念他，为他祷告。不久，他得到了侍奉，转眼间，我们的事情，上帝也为着我们背起了重担。原来，一个懂得顾念别人的人，就是一个蒙上帝所顾念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不应该是贫乏的，应该是可以丰富祝福别人的。过去的一个孩童成为传递上帝的祝福。我们知道，过去一个5饼2鱼的小孩子，他愿意奉献他所有的，使这些至少5000的人都得到肉体上的饱足。因为一个小孩子，他愿意献上他自己的所有，让所有的这些得到同样的祝福。上帝的吩咐是白白得来，所以我们也要白白的舍去。不要说我们祝福满满，不要说已经上帝在我的身上祝福特别的多，我就把它藏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我不要分享给他人。但是上帝的话在马太福音10章就说到，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一个懂得爱关心别人的人，他得救之后，他就立刻想到自己的家里可能还有谁没有得着上帝的拯救，可能是我们的长者，可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亲朋好友还没有得救的时候，灵魂还没有得救的时候，他就会迫切的为着他的灵魂祷告，希望上帝也借着他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因为为他祷告传福音，主必加倍与他同在，叫他们在一切的工作上得以顺利亨通。因为神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将来所有的祝福都会完全的加倍赏赐给你。约伯的生命的当中，从苦难后来加倍的上帝的祝福，因为他知道唯有遵行神的旨意，顺服神的带领，上帝必然会大大的赐福。成为一个基督徒并不是说就可以特别的祝福在个人的身上、家庭的身上。成为基督徒，你有更多的生命的课程要学习，你要开始改变你的价值观，你要从世俗的价值观转变成属灵的价值观。但是在这个过程的当中，需要更多的时间。但是因为神在他儿女的身上做了奇妙的工作，使你可以在这个世界的当中，黑暗面的世界当中，撒旦魔鬼掌权的世界当中，得到上帝的祝福。上帝满满的恩惠，在愿意关心、愿意舍去身上所祝福的人。我们知道铁达尼号，它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一个故事，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在一个小小的一小插曲里面，有很多的人因此而丧命。在当中，一个好牧师就在甲板上不断的呼吁这些信主的人起来，将这些传板给还未信主的人，让他们可以得到新生命。1次2次的呼吁，但是没有人理会。在不断跪的当中，
慢慢的，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开始连锁的效应，开始群集的就把这些的小船让给那些未信主的人，以至于在过了很长时间之后，就有一些的未信者在分享，他们为什么可以用这样子这么大的牺牲的生命来换取我们这些未曾听闻福音的人，乃是因为他们从主得来的恩典，他们也要白白的回应给这些的人。盼望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也是一个白白得来，也愿意白白的完全的献上给还没有相信、还不曾听见、还不曾看见上帝荣耀的，在我们2300多万这块土地的百姓们，需要我们更多的祷告，需要我们更多的常常的来为他们去着想他们的属灵的生命。盼望我们的教会在这边成为光，成为灯塔，成为盐，成为这个社区的帮助，成为这个社区不断的带领他们看见那荣耀有盼望的一个新的生命的一个道路。盼望我们的教会成为众人的祝福，盼望我们的教会成为更多人愿意来相信主的一个教会。我们知道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一个道理，但是要我们去遵循，恐怕是比登天还困难，恐怕是我自己先得着了再说吧，我自己先拥有了，我再来祝福人，也许我的心里才会安稳。但是一位妇人却把她所有的银子投入银库的里面，她就不知道明天还可以吃什么，还可以穿什么，她却是愿意把她自己所有的献上给这些，把她所有的完全的奉献。我们不知道她为了她后来的祝福是什么，但是只有上帝祝福她的需要。我们不晓得，当我们愿意献上自己的时候，接下来上帝会怎么样子祝福我们？只有你跟上帝之间了解，因此盼望成为一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人。我们要常常的在上帝的面前彼此同心，仰望神的恩惠。愿神祝福大家。今天是原住民宣教的事工，让我们一起在祷告的宣教的团队里面合而为一的，在我们的台湾继续来努力。谢谢。感谢主，我们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上帝是爱我们的神，好像使徒保罗所说的，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我们都是领受的，我们应该要愿意去分享。现在我们要请敬拜团，我们要唱这首《活出爱》啊，这首诗歌真的很棒，让我们在这世界，我们能够学习耶稣的样式，耶稣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活出他的爱，让我们能够让这世界得着上帝的爱。比山高，比海深，这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
姊妹，这一份爱是从上帝来的，耶稣的爱激励着我们。我们要再次说，主啊，把你的爱充充足足的充满在我们的心中，点燃我们爱你的心，让我们知道你何等的爱我们，你愿意为我们舍己，能够把自己完完全全的献上。主啊，我怎么样爱你呢？主啊，让我能够用你的爱来爱你，来爱这世界上许多需要被爱的人。这世上许多地方有苦难，在这世上有许多地方他们需要爱。所以当耶路撒冷饥荒的时候，马其顿的教会虽然它不是富足的教会，但是它有上帝的爱，它超过它自己的，它能够去为耶路撒冷来捐献，耶路撒冷就不再饥荒，马其顿也不会成为贫穷，施比受更为有福。好不好？我们为我们自己祷告，说主啊，让我成为一个充满你的爱的人，让我成为一个能够分享爱的人，让我一个能够成为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人。你的恩典够我用，让我能够分享你的恩典，分享你的爱，分享我们的才能，分享神你给我们的所有的一切。我们也为原住民的宣教祷告，求神让他们足够，他们在都市能够看见他们的宣教能有更大的突破。我们开口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今天让我们再一次，主啊，从你的话，主啊，你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主啊，这话是真的，这话是你所说的，这话是你所应许的，这话是你所经历的，是千真万确的，因为你自己就把自己完完全全的献上，完完全全的献给我们世人。主啊，让我们愿意因着你的爱，主啊，我们能够得着这一份的爱，我们愿意活出这个爱。主啊，让我们领受的恩典能够一人的分享，我们领受的福音能够传出去，主啊，我们领受的才能能够被使用，主啊，我们得着的真钱能够在你的国度有份，能够参与宣教。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主，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主日，让我们领受你的话语，让我们实践你的话语，让我们经历到你所说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主啊，当我们愿意给，你就愿意多给，有给人的必有多给他的。主，谢谢你是我们忧伤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各方面都能够为你做见证。主啊，让我们参与在你的国度的宣教里面，特别在原住民的宣教事工，主啊，成为助，成为别人的助，成为原住民宣教事工的助。主啊，也纪念林传道，他夫妇都能够献身被你使用，侍奉他们的服侍，无论在台中、在六龟，在哪里。主，我们谢谢你，求你悦纳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这时候我们请执事来收贡献。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用这个奉献袋特别为我们原住民
事工的奉献主日来奉献。请我们起立，我们来唱奉献诗。主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而我们手所做的工，也愿你来坚立。求你使我们所做的尽都亨通，坚固我们所信的，让我们得以站立在你的面前。求你悦纳我们所摆列在你面前的献祭。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祝福差遣。平安气，愿主的爱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能够活出主耶稣的爱，能够成为一个分享爱、分享恩典、带给别人祝福的人，能够实践主所说的“施比受更为有”。愿耶和华赐福你们，保护你们；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们，赐给你们平安，让你们在前面的道路满满的恩典，满满的祝福，在你们身上，也在你们所到之处，从今时直到永远。